後來鄉親繼續來看台南市人氣的吉祥物菜市鴨、夜市鴨推出了後，真受歡迎。也毋過有民眾到官方授權的所在來購買，所發現這個標籤是中國製造，並毋是台灣製造。市議員質詢講，市府過去一直強調講要找台灣的廠商來製作，但是大家已經等2年啊。竟然也是中國製造，是安怎會安尼呢？來看台南市政府安怎回應。來，跟大家打招呼啊！古水夜市啊出現伫夜市啊，甲民眾拍招呼，囡仔隨到圍調咧。另外一個菜市啊嘛真受歡迎，因攏是台南市市場做人氣的吉祥物。推出了後，大家燒正買，是講有民眾最近佇官方授權的所在買到這個菜市啊、甲夜市啊。也毋過這兩隻布王啊標籤寫的攏是中國製。台灣的吉祥物哈，應該由台灣來做哈，較適合吧。我覺得沒有被詐騙的感覺。市議員嘛，即個講市政府進前一直強調講要找國內適合的這個廠商打造台灣製造，所以講特殊商品上市時間有去簽到，是講民眾等2冬買到的這個布啊，卻是中國製，毋若出示上好的行銷時機，可能賣互在地鄉親失望。也一直口口聲聲說是 Made in Taiwan， 需要請大家稍安勿躁。可是拿到了之後呢，結果發現還是 Made in China。那在製造地點的這個部分呢，我們是沒有特別去規範它，而我們這個呢會在以後的規範裡面呢，我們會透過我們相關的小組，看怎樣把這個製造地點納入規範。市政府表示講，授權的廠商有真濟間，因是分別去找大港的工廠，其中都有一間找到中國的廠商，後蓋產地做規範，和這個人氣的吉祥物菜市鴨、甲夜市鴨，莫閣是中國製，避免引起爭議。